他讲明一个答案啊，什么意思？讲了，他已经讲了，拜托，穿了你，最好答对。好，欢迎3位来到我们今天夯议板上搜。对，那想当然今天就是要来猜客语字啦。好，那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其实就是身体部位的这里那里是什么意思？遊戲規則，特天節目組會本大家看團客家事，本裏邊攤可能幾個用法律意思，現從一天朝第二款到底馬上就係基本一個行業愛最送呢。面嘟嘟，面兜兜。这简单啊。来，我们先写下我们第一个延伸猜测。我已经知道是什么哎。3、2、1，请翻。因为面丢的感觉是那种这种感觉，然后就是那种很生气。其实只是想要耍可爱吧。我也差不多意思啊，就是我生气了，脸就会这样。你也是想装可爱吧？那你在装可爱？等一下喽，按等一下喽。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提示物是什么。大饼脸吗？它就是形容一个人怎么样的样子。怎么样的样子？好，来，我们3、2、1。我觉得他就是看着很想吃的样子，然后这样面丢的这样东胸色了，东后色了那种感觉。啊，我们的答案是形容脸型丰满、下巴肥厚的样子。所以听到这个不要太高兴，我觉得不高兴哎，真的不高好，兴。那我们一起先来念一次，面豆豆，面豆豆。好，那我们现在直接进入第2题。来，哎呀，双面，双面。没那么简单，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哎，我们先自己觉得是什么就写下来。第二3、2、1，枪，很上镜头，就很上镜，很你上很肯定，镜你，讲的很肯定，你最好要对，因为很尴尬。一定对。形容一个人很骄傲，眼睛长在头上。我只能说我们3位都需要进入到我们的提示环节。认真吗？最好啦。我可以说它是形容一个人什么状态，通常比较负面一点。而且我们姜老师应该要知道。好了，好，来3、2、1。我不知道他怎么念，但是感觉是很深的意思，很深，就是他可能没有练琴，没有写功课，对于这个东西很陌生。恃宠而骄，不受教，尤其是指小孩。我第一次送免，送免。好，我们下一题。哇，这是什么字啊？这个不能跟我们讲第3个字是什么？抢食该。该哦。 3、2、1，大嗝哦，所以都跟喉咙食道有点关系的感觉。我们提示，我给我柯南吧。哎，真的耶！大家好，我是龚先生。你看，他讲明一个答案啊。什么意思？讲了，他已经讲了。拜托，穿了你，最好答对。那我们这一题可以答案板可以放下，我们可以直接比出你觉得是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你不用这样，我根本不知道。 3、2、1，请比。冰棒冰棒。这个太难了。哎，他答错了，他没有喉结啊，他没有喉结。他刚才比这里啊。那姜老师，女生有喉结啊，只是不明显吧 OK， 穷是盖。穷是盖。下一题。饭匙，番茄饭匙骨。番西骨哦。番石骨。好，我们3、2、1。我这个是那种卡住喉咙，就吃到骨头或者什么之类卡住在喉咙的那种感觉状态。嗯，那我是就是手腕嘛，因为你要吃饭，所以会用到手腕。我是没救了。肋骨，我就是觉得可能饭吃了之后会装到这边来吧。不要跟我说这是卡铃哦。就是感觉会到这里，感觉是形容肋骨吃太饱，装吃太饱会满到那里。好，我们一样进入提示环节。哎呦，什么？这是卫生纸吗？小笼包是。对啊，那种小笼包是哎。等一下，我们这一题一样是要放下答案板，因为它就是你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3、2、1，请比。
定错了。你们两个都知道，然后你的不一样。骨盆它是弯出来的，跟那个汤匙一样。好，我觉得其实3位都答案的都是有一点点关联，但是呢，我们正确的答案是肩胛骨。它的道理一样，就是因为它是三角扁平形的，像一个饭匙一样。你甚至告诉我，请我指出肩胛骨，我都不会指出来。盆膝骨，盆膝骨。汉语开就是点熟熟，你上爱讲尾四六六，天出爱看汉语版上熟汉语版上熟。大家好，我系春山哥。上两集讲到嘅老身體有關嘅客家話千多觀眾朋友講當上按哥看。嘅基本嘅春山哥是按哥來講老身體有關嘅客家話。第一則愛講嘅係面丟丟。嘅面丟丟用嘅書節愛注意愛看對象。你講嘅成語面夾卵當定音色，你講嘅面丟丟，嗰是當鐵當啦。嘅係講你講嘅到愛將嘅蛇眉面丟丟個對方可能是會唔歡喜哦。咁面丟丟嘅意思是講你嘅面線豐足飽滿，尤其係下暗了會情動肉冇哪來講解到蛇眉個後人面丟丟。我按哥講解則撈面有關嘅客位，上面，嘿，大家看下都是冇話到係上面，唔係哦。嘅上面嘅意思是講你當教師啦，本中快睇唔受教嘅意思啦。跟人講教師不中道上邊是講你上面嘅人啦。上面喺書上用來講成語咯。你比如講，呢則成語咯按上面項目兩鋪是愛人男，沙是講呢則成語睇上面咧中快睇佢不過。就家爸爸看來呢則成語原表是係個最定音寫嘅蛇寶貝啦。上面長舌蓋，長舌蓋是係好節啦，是係強勁呢位人突出來呢則部分普通新年嘅那麼嘢好看得出啦。嘅蛇嚟到15、16歲過後長舌蓋是會好明顯。喺講話未開始會有個硬聲，長舌蓋。繼續嚟講嘅係盤絲骨，盤絲骨係後背嘅肩胛骨啦。因為個外顯三角邊邊然後個盤絲當上長，所以按到盤絲骨啦。個意思你所係咪清楚係講要你愛你老沙龍拍攝達到嘅盤絲骨等你沙龍拍攝達到嘅盤絲等，該是球類呢？盤絲骨，整來了。面丟丟。OK， 好。你们怎么那么可愛可惡！上面，小孩跳上面。快！他形容小孩，小孩啦。媽，長舌蓋。OK， 好，謝謝大家，今天大家都記住了，學會啦。